来看台中文心路2段，2023年有奥多摆落雨天的时，伫灯管的所在长期弄电火条，人不行过往。加上这期起火的标志无清楚，讨个赔。今麦勘验发现这标志的寸尺正是无合规定，判起火的交通局要赔165万。 市顶街道汽机车全部拢冲出来，不过到台中市文心路2段这西湾的所在，大部分骑车的人拢会减速骑较慢的。交通局伫西湾的所在设立4面辅力标志，黑色指向是箭头，配黄色的底色，想要有显来更是有西湾的所在。不过是毋是法都有作用，民众是无同看法。第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标志大小是其次的问题，因为我看不懂那个在干嘛。然后甚至是因为我平常也会在这条路上骑机车。 那我可能连这个标志都不会注意到，我会注意到它，因为这边就是弯，其实正常来说本来就要减速了啦。其实因为它也是有亮亮的，所以还是看得到啦。2023年10月26岁死亡骑车的人骑到这路段，敢若因为落雨落骨，失去控制冲出车道，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死亡。 司法家属认为这个所在是会造成事故西湾的路段，市府设立标志无明确，甚至乎树叶啊炸掉咧，所以提出国家赔偿434万外。台中地院勘验发现，辅力标志依照规定应该设置长90公分、宽75公分大型的寸尺，不过实际上长宽只有74到60公分，受公共设施管理所限。最近判决交通局要赔偿165万外，专案以外会使上诉。 该处为弯道，交通局已设置相关标志标线，提醒用路人注意。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，交通局将在研究目前相关客观事证，研议后续处理方式。台中市府讲已经加强伫文心路2段西湾的这所在设置标志标线，提醒用路人注意。由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庭司，会搁再研究即阵相关客观的事情，研议后续处理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